哎，今晚朕必须我来，谁也别跟我抢。可以啊，明阳可以啊，这桌不便宜吧？10年同学会，难得聚齐一次，别整 AA 那套，大家开心就行。那我们可就真不客气了啊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您好，有什么需要吗？结账。多少钱？我发群里，大家转一下。真不用，我刚刚都说了，我来。一共8600，之前付过2000定金，还差6600。还差6600，定金谁先付的？哎呀，都这时候了，还问这么细干嘛？我出去结，你们收拾东西。一周，你出来一下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兄弟，帮我过一下账。怎么了？我今天限额了，你先垫一下，明天上午转你。6600。你先付了吧。你刚才可以不说你请的。一顿饭钱无所谓的。先生，这边还结吗？结。谢了啊，明天给你。进去，别搞得跟多大事儿似的。结完了，走吧。大家路上都慢点儿。今天谢谢明阳了啊，下次别抢了，换我们来。大家开心就好。喂，刚才在前台是你结的吧？赵明阳不是说他请吗？他说限额让我先垫，明天转。他让你别告诉大家。饭局都结束了，没必要在门口闹。你是不想闹，他是不想丢面子。没事，明天他转了就行。好，那你明天记得问。喂，昨晚尾款6600，你方便转吗？不是吧？这才第2天，你催这么紧啊？你昨晚说上午转。我知道，我还能差你这点儿？等会儿忙完转你。你这个人还是老样子，账记得太清，老同学之间别弄得跟催债似的。我只是问一下。行，晚点转，先挂了。上次没聊够，周末去野炊吧。这次我安排，大家人来就行。明阳靠谱，这回别太破费啊。喂，他钱转给你了吗？还没。那他又在群里说野炊由他安排。我看见了。这次你别再替他兜了。一周末野炊事儿，你帮我问个场地呗。你不是说你安排？我统筹嘛。你认识露营场地，帮我落一下。什么要求？环境好点儿，能烧烤，能停车，
别太贵。大家都是老同学，主要玩的舒服。定金呢？你先垫一下，回头我统一收。饭钱还没转。哎呀呀，一码归一码，我还能赖你啊？定金群里 AA。行吧。周哥，您怎么有空打过来？周末有个普通同学聚会，20人左右，按普通客人接待。明白。您要亲自过来吗？我会去，但别跟他们提我这边的事儿。懂。还是按老规矩。有院子，能烧烤，停车方便，价格按正常套餐走。周末人多，定金1200，今天确认就能留位。二维码发我，定金我让他们 AA。您这次不先垫？不垫。喂，场地问的怎么样？能接，定金1200。行，那你先付一下，我晚上连饭钱一起转你。定金群里 AA。你这搞得也太正式了吧？20个人去，费用提前说清。我都在群里说我安排了，你现在发 AA， 我多尴尬啊！那你可以自己付，我把定金码发群里。场地已确认，定金1200，参加的人先 AA， 确认人数后我转给营地。已转，这样清楚。我也转了。这么点事儿，非得让我下不来台。以前也没见他这么较真儿。1周定金人数够了，我转给营地。行啊，就是你这一下发群里，弄得好像我不出钱似的。费用提前说清，大家也方便。我昨晚饭前不是说了会转你吗？你非得今天让我难看。你还没转，晚上一起给你。先说周末的事儿，场地既然定了，东西也得准备，你准备。群里是你说你安排，群里是你说你安排，我行，我先看看。他又说他协调，你确定这次不替他买？不买。那就记住这句。1周，周末东西你顺路买一下呗。什么东西？炭、纸杯、桌布、一次性餐具，还有调料。你家附近不是有大超市吗？回头我统一收钱，你买完小票拍一下就行。我不买。你这太突然了吧？我在群里都说好了，你说你协调。你说你协调，我协调不是你帮我落实一下吗？咱俩还分那么细。这次分清。别因为昨晚那点钱把大家兴致弄没了。饭钱到现在也没转，东西你买或者群里让大家分工。以前怎么没这么多事儿？
还是带了箱水。烤炉呢？不是说烧烤吗？明亮还没到。你就带这个，先垫垫肚子嘛。烧烤的东西呢？这不是到场地了吗？小周跟这边熟，让他协调一下。我昨天说过，我只负责联系场地，采购你自己安排。出来玩嘛，别分这么细，现场肯定有套餐。群里他确实说过不负责采购。行，那就现场买，别影响大家玩。周哥，您这边。陈先生，您这边需要现场套餐吗？周哥，以前来过几次。对，陈先生比较熟我们这边流程。今天按普通套餐走吗？按普通客人来，缺什么按现场价算。按我之前沟通的来就行。那我让人把套餐表拿过来。烤炉、食材都能补，但是现场价会贵一点。早知道提前买了。出来玩嘛，贵点就贵点，开心最重要。那这钱怎么算？陈先生，您确认一下。20人烧烤套餐加烤炉、炭和清洁费，一共2800，不算便宜啊。出来玩都这样，我来处理。怎么又提示限额？你怎么又限额啊？不是，今天可能还是额度没恢复。一周，你先帮一下，回去我一起转。现场 AA， 大家都在呢，别弄这么难看。大家都在，正好说清。我建个群收款，20个人现场结。我先转。赵明阳的转账仍未到账。明阳，上次饭钱你后来转一收了吗？赚了吧，我忘了。转了还能忘？可能最近忙吧。手机记录能查。不是多大事儿，回头我问问银行记录。这不是没赚吗？我这2天真忙，忘了。忘了可以，现在转。出来玩就不能开心点儿，非得在这时候说钱。是你先说你请的。我说请，也没说不给你。昨晚你说上午转，今天定金你让我先垫，现场套餐你也让我先垫。我不是忙忘了吗？这就不是忘一次了吧？明阳，你要是真不方便，一开始说 AA 也行。我不是想让大家玩得开心吗？大家开心，不该靠别人替你付钱。许然，你今天话挺多啊。他说的是事实。陈一舟，你现在是真不给我面子。
面子不是这样给的。陈先生，这边清洁押金需要您确认一下。陈先生，清洁押金按老规矩，结束验场后原路退。你跟这儿这么熟？以前合作过。对，我之前也跟他们沟通过，流程都差不多。你刚才叫他周哥，朋友叫习惯了。对，陈先生来过几次，大家熟。出来玩就别审人家了。烤肉。就尝上了。没有和你。今天小插曲过去了啊，大家吃好玩好。行，别浪费天气。周哥，还是按以前那套分类标准。我忘了，今天普通接待。没事，按流程做。徐冉，你是不是也觉得一周跟这儿不只是熟？他不想说，为啥？可能是以前说了也没人听。场地没问题，清洁押金稍后原路退。辛苦。绵阳，上次饭钱你现在转吧，正好大家都在。我不是起哄，你说请客，结果一周付的钱，你说第二天转，现在还没转，要不先转了吧，这样也省得大家误会。还有3300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他说的是金额，不是情面。你们都觉得我欠他是吧？明阳，这不是还差一半吗？我不是已经转了一半，剩下回去再说。昨天你也说回去再说。陈优，真要当着大家面这么算，是你说第二天就转，我又没说不给，我没说不给。那现在转完不就行了？要不先结清吧，大家也好走。不是限额，是余额不够。你看什么呢？今天先到这儿，剩下的今晚前转。他以前也这样，以前没说出来。那你也太能忍了，心疼陈一舟。别想太多了，先喝点水。你刚才说今晚钱是给他最后一个台阶，给张一个时间，挺好。话说清楚，比替他圆场好。
喂，你今天满意了啊？今晚钱转清。你现在就剩钱了是吧？这是你欠的钱。陈一舟，你别后悔。他又把问题推给你了。喂，一舟，你看群了吗？看见了。他这不是说你小气吗？我能说2句吗？说事实就行。今天现场大家都看见了。周远，你也跟……说清楚，不叫添乱。不叫添乱。陈一舟，我们谈谈吧。陈一舟，你能不能管管周远和许然？我管不了他们。你不就是想让我在群里丢人吗？你把剩下的钱转了，这件就结束。你现在真行，拿3000多块钱逼老同学，道德绑架。不是我逼你，是你一直没还。行，我转。看家说，但你让他们别再说了。你自己在群里说清楚。你是在群里说你请的，你变了。可能是。饭钱已经转清了，以后这种事儿别再来翻去了，挺没意思。钱转清是应该的。饭局尾款已结清，以后活动费用提前说清，不私下店铺。这样挺好的，提前说清也省事。都站他那边了。这地方不能白去。昨天的小插曲就过去了。石野那个场地不错，我打算下周组织一次资源分享会。场地确实的不错，可以聊聊项目。一周，明阳又说要在石野办什么资源分享会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没跟你说？没有。场地我来协调，大家放心。好的，辛苦啦。赵明阳，是我。一周，石野那个负责人你熟，你帮我约一下，我来跟他谈资源会。你自己联系。你递个话就行，别这么生分。这次不递。你好，我想谈个活动合作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我跟你们陈先生是老同学，上次就是我组织来的。目前没有看到您的预约，您可以先说一下活动情况。老同学资源会，20-30人，大家都是各行各业的，后面也能给你们带客户。活动主题、预算、人数上限、安全负责人、餐饮需求，
这些有方案吗？方案可以后面补，主要是先把场地定下来。没有方案，我们这边不好锁场，需要项目负责人审核。你们项目负责人是谁？陈一舟先生。陈先生是项目合伙人之一。我这边再确认一下，尽快给大家答复。喂，一舟，你去石野了？听不见。我就是问问，他们说你想办资源会，都是老同学，搭个平台嘛。你既然在那边有点关系，大家一起用用资源也正常。项目不是拿来撑场面的。你现在是真不念旧情了。旧情不是让你打着我的名义去谈合作。行，你不帮，我自己也能办。场地这边我在推进，问题不大。他根本没推进。那你还准备让他说下去？他知道我是合伙人了，所以他还敢说，他赌我不会当众拆穿。那这次呢？让他自己把话说完。这次资源会我会邀请石野团队的人过来，大家有合作想法的可以提前准备。石野团队知道这事儿吗？我在沟通。这地方不是石野营地啊。明阳不是说石野那边推进吗？场地临时调整一下，室内更方便交流。石野团队的人来吗？会来，大家别急。今天这个资源会是我最近一直在推进的一个想法。石野生活这个项目，我也参与过一些沟通。后面大家如果想对接场地、活动、品牌资源，都可以找我。陈老师，品牌方提前到了，流程还是按您之前定的走吗？陈老师，品牌方不是约在隔壁会客室吗？前台说您在这间，我就过来确认一下。这里是临时会议室，隔壁才是石野会客区。所以石野的人不是来参加资源会的，都是误会。一周也认识他们，今天刚好一起聊聊。不好意思，您是哪位？你不是说你和石野团队沟通好了？你先带品牌方去隔壁，我马上过去。好。你还想躲到什么时候？一周确实也帮过石野一点忙，大家别想复杂了。陈先生，流程表落这儿了。负责人写的是一周，负责人也不一定就是陈先生是项目合伙人之一，场地动线和活流程一直都是他定的。合伙人？今天是同学资源会，不聊我的事儿。可他刚才用的是你的事儿。你刚才说你参与过项目沟通，参与的是哪部分？你说后面大家想对接石野资源可以找你，
石野知道吗？我就是想帮同学搭个桥，又没收大家钱。搭桥要先问桥那边同不同意。那今天这个资源会到底算什么？这个标题石野生活，石野没确认，不就是一句宣传吗？不是一句宣传。你写了对接资源，别人会以为你能代表石野。我还真以为是石野那边同意了。今天只聊同学自己的事儿，石野资源不在这场会里承诺。要不先放一放？要不今天算了吧？别啊，来都来了。不谈石野，也不谈谁的面子，每个人说一个真实需求，能帮的现场记下来。这个靠谱。先写清楚。你刚才说资源会，现在可以开始了。不用自我包装，说实际事儿。我最近想换项目岗，缺一份能看的项目经历梳理。你把过去做过的事儿列出来，我帮你看看结构。又麻烦你，这次写你名字。行。我家里有个小店，想周末做点活动，但不知道怎么吸引人。先写清楚你想卖什么，能承受多少预算，谁来执行。这比空喊资源靠谱。这份是我3年前换工作用的资料，你看看是不是你改过？是我改的。我当年一直以为是明阳长找人帮我看的。那会儿大家都帮了点儿，谁还记这么清？我问的是谁熬夜改的？都过去了。不一定都该过去。我当年谢了你1年。明阳，当年我在群里谢你，你怎么没说资料是1周改的？你当时都那么高兴了，我还特意纠正这个干嘛？这叫纠正吗？这是说清楚。我也想起来，5周年聚会那次车，好像也是1周联系的。班长生日礼物是不是也是1周去买的？我记得明阳那天说他安排。你们今天是来开资源会，还是翻旧账？旧账不清，新资源也不会清。我先说清楚，当年那份资料谢错人了。1周，谢谢。不用这么正式。以前就是太不正式，才让人谢错。5周年那次车费，我这里还有记录，联系人是我。班长生日礼物的收款码也是1周发的。你们有完没完？这才刚开始。行，你慢慢翻。明阳，你不打算解释一下，你以前为什么都说是你安排的？我说我安排，有错吗？人是群里叫的，气氛是我带的，可具体干活的是我。那你也没说不愿意啊。我没说，不代表我愿意。
行，现在你有实握了，有人帮你说话了，开始算旧账了。不是算旧账，是不想再让你拿走。陈一舟，你真变了。可能是以前太晚变。你不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你现在混得比我好吗？我没拿这个说事儿。那你让石野的人进来干嘛？让他们叫你陈老师好听吗？人是来找他的，不是他叫来演给你看的。你今天一直替他说话，图什么？别把话扯到他身上。行，互上了。赵明阳，今天你拿我的项目当你的资源，拿我的事儿当你的面子，到这里为止。陈先生，品牌方等您确认方案。你们继续聊真实需求，我去处理真正的工作。陈老师，临时过来打扰了，我们主要想确认一下周末城市计划的动线。没事，先看人流分区。入口不能放在主帐篷旁边，人一多会堵。打卡区往左移10米，排队区放到树荫下。那主舞台呢？不做舞台。这个项目卖的不是热闹，是让人坐得下来。这句说得准。他平时说话那么少，干活这么利索。他不是不会说，是不爱抢。好了好了，刚才就是个插曲，咱们继续说资源会。你刚才说石野资源能找你，现在还能找吗？我意思是，我可以帮大家牵个线。可是陈义中就是线啊。你们现在是只认他了？不是认谁，是谁能做就听谁的。我找到去年周年聚会的记录了，车队联系人也是一周。这次我有印象，明阳当时在群里说车他安排好了，我记得还夸他细心。车是一周帮忙联系的，但活动是我组织的啊。那你为什么没说车是他联系的？谁会把每个细节都说出来？被感谢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一句5周年车队的钱后来还你了吗？还了一部分。那还差多少？几百块，不记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记？他不是不记，是懒得要。你看，他自己都说不记了，过去的事儿还翻他干嘛？他不记，不代表你没拿过。过去的零散小账我不追，但从今天开始，别再把我的事说成你的事。这话不过分。那班长生日宴呢？我这里有付款截图。那天明阳发朋友圈说他安排的。那天是大家一起给班长过生日，我发个朋友圈怎么了？你发的是我安排的生日局，不是大家一起。那笔后来大家 AA 了，
大家 AA 了，可感谢还是你收了。我不就是爱热闹吗？你们至于吗？爱热闹和抢功不是一回事。我承认，我有时候话说满了点儿，可我也是想把同学聚起来，但是要说清楚谁做的事儿，说清楚，说清楚，你们就开心了，我就活该被你们看笑话。你现在有项目，有人叫你陈老师，你当然不怕丢人。我以前也怕，所以我替你圆了很多次。饭局那次，我在前台付完钱，你进去接受大家感谢。我没说。野炊那次，你空手来，说东西让我协调，我也没当场拆穿。要不是现场要结账，他还得继续垫。今天资源会，你打着石野的名义说能对接，我也先让你把话说完。我不是不给你面子，是你每次都拿我的东西给自己长面子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说清楚。饭局尾款是谁付的？野炊场地是谁联系的？资源会和石野有没有提前确认？你们这是逼我当众认错。你也是当众说的，先生，品牌方那边还等您签确认书，我先过去，你想清楚再说。别再等别人给你台阶了。陈老师，按您的方案，我们不做大舞台，改成3个小互动区。对，让人愿意停下来，比让人围过来更重要。那就按您定的版本执行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想看看真正工作的人是什么家伙？没什么好看的。挺好看的。明阳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想好了没？饭局那天，尾款是1周先付的，野炊场地也是他联系的，还有资源会，我没有提前跟石野确认，行了吗？你们非要闹得这么僵是吧？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你还少一句，少什么？那些年不止这3件。陈一舟，你还想翻什么？不是翻，是补上。我这里有5周年聚会的照片。班长生乳物那次我也找到了，付款人是1周。还有外地同学住宿那次，酒店确认短信也是发给易云的。这些事儿我也都参与了。参与过和拿走感谢是2回事。
以前我不说，是觉得同学之间没必要。你借着集体活动蹭人脉、立口碑，这些我都可以。但你后来连我店的钱都变成了你的人情。这些不算账，算名字，起码得知道是谁做的。现在写这个有意思吗？有，以前我们谢错人了。有必要写这么细吗？有必要。赵明阳，你一直让别人别难看，结果难看的都是你。一周，以前欠你的谢谢，今天补上。谢谢。以前不知道，对不起。都过去了，别又过去，这次收下。谢谢。这才对嘛！你以前什么都往后站。这话说的可真轻巧。怪不得别人敢往前拿。所以现在所有事都变成我的错了？不是所有事。行，今天我认。饭局、野炊、资源会，还有以前那些事儿，是我说不清楚。只是说不清楚，明阳，你这不是说不清楚，是把别人做的事儿算你头上。饭局你说你请，钱是他付的；野炊你说你安排，场地是他联系的；资源会你说你推进，时也根本没确认。徐然，你不用一句句替他数。他说的是事实，别把火往他身上引。那些功劳不该我受。这句才像道歉。一周，今天我已经说了，差不多可以了吧？事情说清了，那咱俩呢？10年同学，总不能真因为这些事儿断了吧？不是因为这些事儿，那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再装没事。你以前不会这样。以前我太习惯忍。我承认，我怕被看不起。你从大学开始就稳，什么事到你手里都不慌。我不一样，我怕大家觉得我混得一般，所以你拿我垫底。我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，后来大家都夸我，我就默认了。对不起。道歉我收下，但关系回不到以前。有必要这么绝吗？不是绝，是以后不用再替你圆。说完了。轻松点了吗？有一点。许然，你今天挺能说呀，以前还真没看出来。赵明阳，他说话
是因为他看见了。你别把气撒他身上。我开个玩笑，这个玩笑不好笑。你刚才挺不一样的。哪里不一样？以前你总是让，有些事不能让。比如不能让别人随便说你。那我谢谢你。不用，不过是应该的。你又来了。走吧。走哪儿？不知道，先走。陈先生，亲家金按老规矩，结束验场后原路退。你跟这儿这么熟？以前合作过。对，我之前也跟他们沟通过，流程都差不多。你刚才叫他周哥？朋友叫习惯了。对，陈先生来过几次，大家熟。出来玩就别审人家了。烤肉。没有问题。今天小插曲过去了啊，大家吃好玩好。行，别浪费天气。周哥，还是按以前那套分类标准。今天提前说好 ，AA， 谁都别装大款。这挺好，省事儿，吃的也轻松。还有啊，今天第一杯敬一周，以前很多事儿大家没看见，现在补一杯。敬我干什么？以前谢谢晚了，以后谁做的事儿，就记谁名字。谢谢。来了，坐吧。今天 AA 码在桌上。来了就坐吧，菜刚上。现在都这么清楚了，清楚点好，吃饭都踏实。对，以后谁也不用硬撑。医生，你坐那么远干嘛？菜都够不着。他以前就爱坐边上，今天不行。不用这么夸张。不夸张，就是换个位置。医生，师爷那个项目我看了，挺有意思，不是那种摆拍露营，就是想让人周末能喘口气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比介绍自己顺多了。来来来，拍张合照，今天人齐，别站太散，靠近点儿，靠近点儿。一周，你又往边上跑。这次站中间。我站哪儿都一样。不一样，以前没人看见你，现在有人看见了。快点啊，司机都快等不住了。
3、2、1。今天没躲镜头，被你推过去的。下次不用推了吧？不用了。合照发群了，这次你终于站中间了。合照发群了，这次你终于站中间了。挺好。是挺好。